都有在座各位浅显比方是故此，然后有上台学习的机会。互今日要讲即个吼，有空对互学的心境有空啦，有啥有空啦？咱来念一个题目，良亲事，离类到离类，你是妈妈咧想婴仔的心情，互学佫是查甫的，佫无做人的爸爸妈妈过，所以互学要讲即个题目吼，其实有较歹形，有较歹去形容出来。毋过互学嘛是来练习看卖啊，咱来就进入伊的本文。那阮做阵来做了解，天中英风寒，无人通做看，话文一个看，风雨无国家，受气都是因了心叹听。山山欲索无来传，至今无名名。互学吼，其实互学咧伫图书馆咧交一寡囡仔学弟们咧聊天嘛，然后有一个学弟拄啊带华咧，带华咧吼，互学其实有感觉这感受小可共款。那过程其实拢做人的，像种做人阿公阿嬷，甚至嘛有做人的爸爸妈妈。其实囡仔对细汉，拢较念爸爸妈妈嘛，佮当家伊出去啊，开始有家己的头路啊，开始有家己的生活的时阵，其实大部分阮拢是家己事。那我想看卖下哦，其实在座各位拢应该是咧退休的状况吧，拢退休啊嘛，为退休的工课嘛。那互学讲有两种情形嘛，有的是工课的时阵。那一天有24点钟，一天有24点钟，对，24点钟。那阮通常一天困偌久，8点钟好无？8点钟，安尼，阮8点钟啊，剩12点钟。那12点钟来，阮有工课就是要来8点钟嘛，甚至可以较久，要来加班着无？所以来加班可以有诶就10点钟、9点钟好，拢算先说10点钟好啦。10点钟了，搁考迄个做10点钟啊。那阮转去厝内底诶时阵，食要创啥？食要创啥？爱食饭吧，爱洗身躯啊，爱家己梳洗一下家己诶迄个今日一天诶疲劳，去互伊放轻松一下嘛。所以这6点钟一天安尼生活，24点钟正常嘛。那阮想看卖下哦，我后尾讲的心情就是啥哦。那真正讲退休啊对无？退休啊，你有一天你剩几点钟的时间使用？你困起来，甚至有诶前天8只困起来，敢有困到8点钟？无吧？无困到8点钟对无？所以24点钟你有剩偌济时间，肯定有诶困4点钟，有困6点钟，就困饱起来对无？然后咱想看卖啊，18点钟，一天有18点钟诶时间，18个小时诶时间。这18点钟，敢有代志通做？无代志通做对无？就无代志通做啊！但是想讲，我今仔要创啥？就可能会去老洗洗，就看电视、看手机啊，看，足闲诶对无？足闲诶时阵。其实你诶时阵足灵诶啊！你这时阵你开始会想啥物代志啊？你诶心思在想啥？想你上挂心诶人，想你上挂心诶代志，就是人事物。会想上挂心诶人事物啦。想挂心人事物，想挂心人事物，你即时阵。上挂心一下，阮拢做爸爸妈妈诶话，就是有婴仔，有生细啊，甚至有来事啊，会挂心讲，伊最近上班有顺利无？伊最近3顿敢有食饱无？穿衫敢有穿啊有暖无？天遮冷着，遮烧热着，伊敢有过啊幸福无？敢是安尼想？咱安尼想诶时阵，我要讲啊，阮一个花莲诶学弟就来啊，就到伫拢遮伫台南咧工课嘛，从因爸爸一个人伫花莲。
啊，因爸爸真正我无看过因爸爸妈妈遮勤劳诶，勤劳啥意思？逐工拢会敲电话互因囝，逐工拢敲哦，毋是敲一通尔，是讲敲两三通哦。啊，为什么会挂心？因大学刚刚毕业，爱做啥代志啊？爱做啥代志？照片。爱创啥？做兵做完啊咧，食头对，你安尼真足巧，做屁位诶，食头路啦，啊食头路，爸爸妈妈敢会挂心者？哪会挂心啊？爸爸妈妈关于啥会挂心？啊，伊找头路到底好啦无好啦？啊，这个头路敢做到退休无啦？啊是会欢乐，啊就逐工敲，嘿，啊这个学弟就开始找头路了，找头路去面试去找啥？一开始要找超商，一个月伊要做兵之前，有一段时间足长时间咧当兵单嘛。啊，当兵单等，足长诶，迄时间伊要做啥？啊，就去面试啊。啊，怎啊？因爸爸其实因爸爸知影其实整个时代拢是半导体诶世界，啊，所以就希望伊诶囝伫半导体遐开始学习，嘿啊。啊，所以因这囝要找半导体诶时，人工咧甲伊应征，无爱对无？一定无爱啊，因为伊要做兵，人随要互伊去做嘛，做袂久啊，又做，嘛了甲伊做兵啊，所以人就无爱啊。嘿啊，所以就只对外口去找，啊对外口去找，好找吗？无好找，伊要做超商，啊要去迄个，因为小学弟甲伊煮食，想要去做煮食，因爸爸就甲伊讲啊，这安怎无好，这安怎无好，这安怎无好，啊因囝就对开始面试到今啊，到伊做兵，拢无做咧工课，然后当做兵往下去做工课。其实我想要讲的重点是遮哦，爸爸妈妈其实拢会烦恼家己的囝的是谁，拢会烦恼哦，其实拢会烦恼操心操烦。啊，因爸爸佫可能看伫花莲，家己一个人伫遐住，遐遮长的时间，所想是挂心的人，人拢阮来替换伊的心情，天公恁。风大寒，无人通做伴，破云看一个看，伊个是迄个老母娘就伫天公咧看，阮做老爸个啊，逐个人拢伫遐咧相看，伫遐说，伫遐看，我伫遐看，伊个伫遐说，其实阮就心就笑出来啊。阮就是爱看迄个狗仔咧讲迄个人，阮是会心一笑着无？然后迄狗仔哪遮厉害，遮跳着伫遐讲。有一个物件伫遐互我看，佫有人甲你做伴，有狗咧做伴，迄个心情其实是欢喜的、自在、幸福的。所以无人伫遐过，迄种感觉当然就孤单的嘛。啊，即下孤单，电话就举起来，就敲嘛，来敲嘛。那我敲过去，我会看一个，一个看。来哦，这爸爸妈妈若靠囡仔，囡仔若无食安怎，若无即电话安怎？心情哪会是安怎哪会无接电话？会感觉安尼着无？心情敢足烦恼的。啊，等于想讲可以工课无用啊。好，过一阵啊敲互伊，你若敲一工叫拢无食，就会烦恼一工着无？啊，敲两工拢无食，会安怎？两工烦恼两工，敲三工无食安怎？就一直烦恼，一直烦恼。嘿啊，那阮换一个心情，真啊敲无食会安怎？风雨无顾家，就是这个心事，就是啊，咱拢毋食。较早我的厝，较早恁住一间厝呢，啊，即间厝我遮光鲜啊，拢无人看着。啊，其实讲真经，是无人看着，还是阮无注意着，还是毋知影要做啥代志。其实拢有，阮逐工阮咧思想诶，逐工伫厝内底，阮家己一个，阮讲诶是真啊，有一个，阮家己一个。阮即个家己一个，阮逐工拢有家己爱面对的因素、工课拄着，然后阮有家己的职责。有个人做爸爸妈妈，有个人父母啦，阮拢有两个身份，啊有人做人个儿子女儿，做孩子啊，做人婴儿，儿子女儿，儿女啊，嘿啊，那。阮伫公司的时阵是做人的员工，甚至还是做人的头家。那伫一寡阮时阵较好的，阮会来辅导对无？啊，伫辅导，佫有遮个迄个前退者，人的前线人的学校。啊，伫遮个过程当中，遮人事物、遮人际关系当中，敢有足侪代志是你爱去思考的。
爱书课，所以伫不断就讲着一句话叫做借书问心。伫阮家己的职责当中，伫阮家己的职务当中，阮敢有尽着阮的义务无？敢有尽着阮家己应该做的代志无？那借书练练的心的时阵，阮敢会心真事敢会起伏，会嘛？真事起伏，有欢喜，有伤悲，有困恼，甚至有种种的，甚至有人啊对你较无好，啊你对伊好，但是对你无好，你会互他反背，甚至会起迄个嗔恨的心。咱伫这时阵，忘顾家，为虾米会忘顾家？因为阮重视的代志无顺利嘛。阮在意，阮在意，阮重视的人事物袂顺利，所以阮会忘，为啥会忘？因为即件代志较重要啊，较重要，我当然会袂记较早，我当伫倒位，较早的代志我拢袂记着，真正即件代志互我足挂心的，所以袂记哩啊。那真正爸爸妈妈伊。敢会知影遮个代志？知，袂知，袂毋知嘛，因为拢烦恼的烦恼嘛。所以想起当时为虾米开始老母娘就是老母娘开始咧讲嘛。迄当时，因为其实阮也有咧看迄个黄埔分主时间，内底就有讲着三商有爽啦。即个三商，真系有听过三界对无？三界。互我来出一个题目，各位前来去看卖啊。这三界是倒三界？是欲界、天界、人界、地界吗？伊这三界，毋是咧指这三界，伊这三界叫做三界28重天，三界28天。所以这三界就是咱的迄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给三界28重天，所以所谓的三商就是，我较大概画一个，好啦。因为画一个示意图尔，因为迄嘛毋是古代所想的安尼尔，因为阮的三商就是一个山，愈来愈广。这个是咱的欲界，然后色界、无色界，我较大概画一个。毋是真正诶，毋是安尼真正安尼摆啊，毋是安真正安尼摆。因为其实咱诶，有咱古经内底拢有讲着三界28重天嘛，所以伊个三山只是一个比喻。咱拢住伫须弥山下嘛，山下迄个宇宙当中诶小千大千世界，其实我较袂讲遮济，因为这其实古经拢有讲。无较有啥物？有些阮爱遮相信，其实好古有讲过，古是如意者、真武者。所以阮太了解的是，有经所讲拢是真诶，连即个科学家伊咧遐做科学咧验证佛经所讲过的遮个话。所以科学要大家解说三商就是，即个三商就是即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三商头前的要素。伊个将紧带阮遮的方言来即个所在去看，那阮就是一只做数字一只咧算嘛。但是老母有所想的是讲，希望阮。因为阮原本的本性是自然的啊，本性是自然。本性自然，本性足自然，足天真的啊。但是阮煞会因为即个苦海当中，即个人世间，即个海，即个苦海当中，即个人事物当中的打转，产生了足侪烦恼。有啥烦恼？其实拄则阮刚才拢讲啊足清楚，因为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阮有六识啊，阮有这六识，所以阮来脑中所接受到遮物件，产生了烦恼，产生了烦恼，所以会忘了，所以忘了啥物叫做根本，忘了根本啊。所以忘了根本，所以遮
三三六手，譬如种有教我有讲吼，阮要伫遮，你有怎啊无互阮？伊就讲生医生的嘛，其实阿姨应该就了解，阿姨有咧头讲，咧有咧讲遮课程过，所以有啥物生医生的，迄个生医生其实就是阮本来本身就主叫个剧组的物件，迄个生医有啥物剧组，就是阮会使自由自在伫这宇宙当中去畅游，但是阮真正煞因为遮因事物去拔掉的，得着啊！伫佛经有讲到五相，这五相。因为有这个五，阮较有他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就是四相。因为有这个五，较有你交我，较有去分别出来。啊，所以修行就是要对这个五慢慢对家己熟悉。所以简师傅才是讲，伊对外口伊就会针锋相对，伊对内底去安那，伊迄个五就会熟悉起来。伊个五熟悉起来，伊个得着就慢慢变成。所以修行就是修行五。那所以今仔好好讲的即句话是，其实即个道观内底伊拢咧讲的是，希望讲阮方义，会记知影讲，阮阁有一个国家，阮阁有一个根本。即个根本其实当阮想的时阵，阮到底是要以爸爸妈妈的心绪来唱这条歌。啊，是因阮当真正做伙囝伊是说来受爸爸妈妈迄个心情，拢会使。所以唱歌是唱出来，就是要对阮甲阮的心情表达出来，互阮了解家己的本身到底是咧想啥。这确实，这条歌的意思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阮咧修行，就是咧修这个心，修这个心，较会互阮知影讲，我真啊，拄则我伫咧骑机车过程当中。有一台车可能冲出来，你敢会惊一条？会嘛惊一条？为啥会惊一条？这惊一条是啥物原因？是因为我骑机车无注意看车的内往吗？还是只有一个车安灯，伊是安灯我冲过，还是对方冲车安灯？其实这拢是一个条件，修行拢有条件的。这个条件阮敢有去了解着无？修行是爱对迄做细微、小细微迄项代志去看。有啥物即项代志会互我引起我的情绪，会烦恼，会欢喜，会悲伤？阮的本身敢有这情绪？其实无这情绪。其实是因为阮有利用界内底，所以阮较有这色受想行识这六识咧影响着阮的情绪。但是当阮的境界咧提升到这时阵，其实这拢无物质上的物件。所以它叫做无色界啊，所以互我真爱咧培养的是，其实阮的老母就会开始想讲吼，阮希望是啥物大家拢会使认真修行，来了解家己的本身对无？所以后壁才会讲着，阮来做一家叫啦，山山依旧在，风味道平爱，见景无相知，目屎滴落来，伊啊紧转来，千通做歹。人间转眼看定来，叫无怎安排？其实就是会希望讲，迄时阵厝内底的风景伊坐过，细汉时阵坐过，伊啊穿过的衫搁伫个，真啊若变大汉啊，若袂记厝内底伫倒位啊，所以就讲紧转来，莫伫这人事物当中咧打转啊。人间这个地球是足细粒个，嘛。时间要到啊！要到的时阵，敢会无去？阮所在意这个色心啦，其实足紧就无啊。半年后、300年后，若个伫个恐怖咧，所以叫无怎安排？伊安排着即个代志，伊安排着像安排，阮人小物红阳起、青阳起，安排着3尊骨来要甲阮渡，咱渡到真啊，搁伫遮。所以伊会感觉这是学院安排，会使甲阮遮诶伊所有风味，叫信心都去厝内底。所以这条歌其实伊讲的这项就是要大家要提这个概念。阮等下我较办唱这条歌，然后各位一个来唱一解。
啊，互我拄则有用哦，阮讲要用啥物心情来处理啊？我袂使，是要用音乐老师，用爸爸妈妈迄个情绪，还是要用爸爸妈妈咧想阮家己囝是一个心情，拢会使。因为即两种心情拢会使互了解讲即首歌伊到底咧讲的含义是啥物。嘿，啊，阮来等迄个，伊在上网诶。啊吼，其实有听即首歌过啊。啊，即条歌伊其实伊毋是两段，伊是三段，伊是三段。嘿，啊，伊即其实两段嘛好，因为我无时间讲啊一段。了讲第三段，其实下死个时间了，拢会使，随便一条一首歌都可以。